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予我有机会即摆转来咱台湾的时，会当来一遮甲咱做敬拜上帝。也感谢田牧师真好意、真诚意的邀请，伫遮将伊的讲台让互我安尼吼。毋嘛，咱会当对上帝话来得到一寡的造就。咱今日所听所读的圣经节是伫约翰福音第9章。这规章的故事真长，所以咱所读只有为13节到25节吼。检测咱大部分的兄弟对这个故事不只熟吼。讲耶稣甲伊的学生来到耶路撒冷的时，有一天，因行到路边看见，有一个人真可怜，出世就痴迷，伫遐咧共讨钱。这时阵。耶稣的学生对伫伊的边，围伫伊的边仔时，就提出一个真好的神学问题。因讲先生啊，到底这个人出世就痴迷，安尼是甚物人犯罪？到底是伊家己犯罪，还是伊的父母犯罪？至教一出世就安尼痴迷，一世人艰苦。这个学生敢若是我的神学院学生共款，真够想代志。看到一个真可怜的人，因头一个想法就是讲罪咱伫上帝面前是甚物人犯罪，才得到即款的处罚。其实这是犹太人的神学观念，因为因咧读即个旧约的时阵，咱的旧约啦因咧读即个圣经的时阵，耶稣讲，恁甲我立约，恁若是照律法来行，恁就要得到祝福，一直到。千千代代，但是恁若犯罪，恁就要受安尼刑罚，到伫子孙3、4代。所以犹太人认为讲，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真密切。咱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咱既然甲上帝立约，咱就爱守上帝的律法。当咱犯罪时，迄个影响。毋是咱家己本身定，甚至会影响到伫咱的子孙。当然，咱若看无共款的，咱伫即个人生所拄着的例，有影父母若无负责任，有时会去影响因的囝儿，对毋对？甚至出世的时就会受影响。譬如讲，伫美国有真侪遮的食毒，也是讲啉酒醉的问题，所以少年的父母无负责任。至到伊的婴仔咧怀胎的时阵，就已经受到陷害。一出世就是有缺陷，变做迄个残疾，也是讲就变做真容易破病，真容易去完变做食毒。所以其实某一寡例，互咱会当看起这问题。所以这学生哇，就赶紧问耶稣，讲到底是甚物人犯罪？总是约翰福音咧记载这个故事的时，伊互咱看见，当耶稣听见这个问题时，耶稣无学落因，无讲恁真够想，教恁一项，恁想10项，毋是。耶稣甲伊安怎讲？毋是这个人犯罪，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真侪人出世不幸，一世人伫遐痴迷，所以伊袂当工作。无其他的生活的机会，所以就是坐伫路边，伫遐咧共讨食。其实通过即个人所受的苦，今仔日上帝要伫伊的身上显出荣耀。当然，耶稣咱若继续读完第9章的故事，咱就知耶稣伫迄日要行一个神迹，要医好即个人。互伊得到新的活命，新的生活。对遮，互咱想起这个故事，其实到底伊的主角是这个失明的人，还是这个学生，甚至后来佫有这个法利赛人，还是伊的父母，还是耶稣基督？咱大先要来对耶稣基督的形象来看，因为咱福音书无论是咧讲什么故事，主要是要帮助咱做读者。会当更较明白耶稣基督是甚物人，伊来到这个世间做甚物事，伊对咱有甚物意义。所以咱大先来看，这个耶稣其实伫这个故事内面，互咱看见3项要紧的事。头一项，耶稣是非常
非常有疼心啊，咱讲同理心也好，也是讲同情心也好，empathy 啊 sympathy， 伊看见即个痴迷人的时，伊大声毋是去想着讲啊，只要一个心理问题，我怎会当来写一本册会当出名？毋是，甚至学生啊，你甲伊问的时，伊嘛无要看即个书，伊大声看去就是讲，即个人伫遐咧受苦。伊一出世就痴迷，所以伊袂当亲像正常人得到真好的家庭的生活，也是讲伊的迄个人际生活，兼且无啥物朋友，啊，规工伫遐看即个世间拢是黑黑暗暗，黑黑暗暗。咱要拄着失电的时，安尼干若1点钟、2点钟无电，啊看无通看电视，啊咱就安尼真受气，会无？啊，总是即个人一世人。袂当看到伊爸爸妈妈的面，袂当看到伊的朋友，袂当看到即个世间非常水美丽的风景。耶稣看见即个人，伊是看见伊会受苦，然后伊讲，即个人是上帝的惊死，伊看见伊的尊严，伊看见伊的价值，所以讲，即个人毋是伊犯罪。咱人甲人的中间常常真紧，头一项就是要批评别人。就要定别人的罪。比如耶稣爱讲，你毋通随便论断人，才袂去互上帝论断。你若要看见人的歹，先看见你家己的歹。你看见人有一支刺，其实咱的目睭内面有啥物货？有一支叉。所以耶稣伊的教示也好，也是讲伫即个故事，互咱看见头一项，耶稣看见每一个人。特别遐个咱真容易甲伊看做可怜，也是讲犯罪的人，伊其实是上帝惊死。伊嘛阁看见上帝无忽略即款的人，因为今仔日上帝荣耀、上帝工要做伫即个人的身上。第四项，咱看见当耶稣安尼看的时，伊就将上帝赏赐伊的权柄来医好即个人，来医好即个人。这个故事其实甲耶稣所做其他的信者真无共款，因为伊甲咱讲起，当耶稣要医这个痴迷人的时，伊叫伊安怎？要来，你来徛伫这中间，然后耶稣配一个喙烂伫涂骹，啊，这个含迄个涂搅，啊，佮甲抹伫伊的目睭有无？这个故事真特别吼。普通耶稣就讲一个，啊，就医好啊。啊，这个故事是安怎？遐尼特别，遐尼麻烦。当然，咱今日。无规工的时间做一个工作啊来讲吼，其实这中间咱发现讲，对伫这个痴迷人，毋是讲耶稣的这个能力较少，是耶稣要用这款的方式，至少要甲伊表达，要互伊学生看见讲，每一个人拢值得上帝囝耶稣基督用时间、用精神，特别来甲伊医好。啊，这个人。耶稣用伊的喙烂甲涂，咱知伫即个耶稣的时代、旧约时代，迄个喙烂是咱为咱人的即个身躯身体出来，这是是代表啥物货？性命啦，敢若咱的血共款。所以犹太人是安怎无爱甲外邦人做伙坐着食饭，因为惊讲迄个喙烂去夹着，啊，这毋是讲迄个。卫生的问题，也是讲惊起传染病的问题，哪定？对因的宗教信仰来讲，因为每一个人伊的喙烂是对伊的性命是上帝予伊的，所以若去交做伙时，安尼就变做无洁净吼unkosher 无 kosher 无洁净，所以安尼袂使哩吼。所以喙烂是安尼，土是咧指。这个世间吼，人的活命。当耶稣创造亚当的时，是用什么货？用土改立做人的样子啊！上帝则个将伊的气分伫亚当的喙孔内面啊，所以伊就变做有活命的人。所以其实耶稣爱伊这犹太人的学生甲其他的人看见，伊亲像创世纪的上帝咧做亚当同款，伊今仔日要将即个出世就痴迷的人，搁一摆创造，互伊会通得到新的活命。
后来咱看去耶稣交代伊讲，你着爱去去甲西罗亚迄个池，迄是伫古早的迄个特别的城的城下的所在。今仔咱若捌去过以色列去圣地去旅行的人，咱检查会知影吼，迄个特别的城有一个迄个黑色的西底家王的迄个水道吼，你当迄个通道，你当安尼行伫迄水坑去行，行较出来是迄个所在，就是西罗亚池啦吼。西罗亚池，所以耶稣嘛爱即个人，将耶稣要互伊的新的活命，耶稣对伊的救赎、对伊的救恩，安尼真严肃来对待。所以爱伊就爱个问我有信心啊无？有相信耶稣话啊无？去甲找到即个西罗湾去遐来洗。因为通过安尼，伊才会当更较深刻体验耶稣基督伫伊身上真特别的计划。这就互咱想起讲，有时咱祈祷吼，为着亲人朋友破病祈祷也好，也是啥物咱拄着困难祈祷的时，有时安尼上帝真好，咱今仔祈祷，明仔载就拢 OK 啦，是无？但是有时咱祈祷3年，咱上帝敢若也袂照咱的需要。咱嘛毋是讲甲上帝安尼特别求偌济，毋过敢若无拄拄照咱所需要，是讲意爱的来甲咱完成。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检查有无共款的意思。特别今仔日即个故事，互咱看见，即个人真可怜，伫迄个所在，逐个人拢捌伊，所以耶稣要用即个机会。互伊深深体会到，耶稣有摸伊的身躯，抹伊的目睭，佮找伊去。其实，所以咱伫遐看见耶稣不但有疼心、有同理心、有同情心，会当看见即个人的价值。耶稣话愿意特别为着伊来做真济的动作，互伊会通得到医治。其实，这个故事呢，佮继续时，咱就发现讲，哎呀，这会堂内面的领袖就是这法利赛人，因感觉讲哦，这个耶稣到底是什么款的人？检查通过这个信者会影响足侪人，所以因就是要调查，讲到底耶稣是靠上帝的能力来医治，还是靠鬼王？敢若靠鬼啊，会起来咧做一个信者，为着要互人来对伊，所以因就叫这个人来问。咱有听见今仔日所读的故事一段，就是讲甚至叫伊的父母来，到底这个人是真诶假，还是甲耶稣安尼合作，为着要表示讲耶稣会当安尼医病来影响人对伊安尼吼。咱有听见这个父母安怎回答无？讲这个是阮的囝，无毋对。伊是确实是青面到今仔日大人嘛无毋对。我们拢知，总是什么人甲伊医的？到底是安怎医好？你家己去甲问，因为安怎？因惊吓，即个领袖已经有决定讲，即个父母若无回答，若伊若无满意，要甲因赶出会堂。咱知哦，伫即个犹太人的乡社内面，伊的城内面，你若受会堂赶出会堂。渎职，意思是讲，你著无地通去，无人要去甲你做生意，无人要甲你做朋友，无人要甲你做厝边，迄是完完全全的即个处罚吼。所以你看，虽然即个人得到耶稣基督医治，耶稣学生嘛无法度理解即个人的欠缺需要，想讲伊是罪人。即个法利赛人看见一个遐尼大的神者，伊无阿罗上帝，无感觉讲哈利路亚，上帝伫咱的中间行一个神者，伊反倒要找芳来攻击耶稣，连伊的父母、亲生的父母嘛毋敢替伊讲话。这就是当咱人无看见上帝伫每一个人身上，上帝囝迄款的尊严到价值的时。咱会用无共款的态度，亲像这文徒，亲像这法利赛人，甚至伊的父母，到尾咱会当想象这个人的心情啊无？出世是艰苦，听你声毋知影。人哪会拢咧甲我批评，讲我是犯罪啊，是阮父母犯罪？我连我的爸爸妈妈嘛要插我，因敢毋是应该真欢喜？我会当看你啊，真欢喜，因应该比我更较欢喜，敢毋是？毋过因为惊吓。
兄弟姊妹，咱伫活伫即个世间，迄个偏见，也是迄个文化，还是迄个社会，有时互咱的压力，失去人真正的关系啦，吼。总是耶稣找到即个人，耶稣知影伊拄着困着，耶稣来找伊讲，你敢知影我今仔日甲你讲话是甚物人？就是你所听候迄个基督。后来，伊就因为伊本来耶稣甲伊的时，伊无看，目睭还佫青面，敢毋是？总是听这是耶稣的声啊！耶稣佫甲伊讲，我就是因为安尼，伊就规个敬拜耶稣。耶稣就这时阵不但医好伊的破迄个痴迷的肉体的欠缺，佫安怎医好伊心灵的变痛的痴迷，互伊看见。当伊受即个法利赛人咧质问的时，安怎讲？伊讲，恁咧讲耶稣是罪人，因为伊伫安息日违反咱的文化、咱的律法来医治，这是做工，安尼是无守10条戒。伊到底罪人我毋知，互恁这个神学家、恁这个宗教领袖去决定。都是对我来讲，我以前是痴迷，今仔日我有看见。我以前是互人轻视，今仔日我真做上帝惊死。我以前看是拢黑暗，今日我看见真水的风景，真水的人。我的人生有新的愿望，新的开始。这个人就是我所要信的耶稣。所以咱知影真出名的《Amazing Grace》迄条歌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迄条歌就是受这个故事的灵感啦，吼，的影响来写出遐尼水的歌。耶稣基督所代表的，就是迄款的 Amazing Grace， 迄款奇异的恩典。所以耶稣有这个疼心、同理心，会当看见一般人所轻贱的人。耶稣有迄个上帝能力，会当医好来医治这个人。耶稣更较爱将伊家己启示，互伊所医治这个痴迷人，欢迎伊成做伊所救赎上帝的子孙。这三项，咱对咱所敬拜耶稣基督会当认捌的。今仔日这个故事，搁一摆提醒咱是我尔啊福气。点彩，亲像这个痴迷人，咱以前是痴迷，今仔日伫主的内面会当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上帝疼痛，上帝能力，看见上帝恩典。咱即摆搁来看这个痴迷的人，这痴迷人咱会当学，我想会当来学习三项事。头一项，伊通过耶稣基督来得到看见，互伊的人生会当完全的改变。这毋是伊好还是歹，其实拢完全是出自上帝疼痛。当耶稣来到伊的面前，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就互伊有迄个机会。伊所拄到的事，其实这个早期的教父，咱教会的这个神学家捌安尼甲伊解说。伊讲，伊这个人一出世就活伫这个黑暗的中间，这就亲像咱一出世做亚当夏娃的囝是咱人类，嘛是有迄个人的罪性，也是讲人的软弱，敢若活伫这个黑暗的世间。所以伊这个痴迷人的故事是一个象征，来代表讲咱人有时来到这个世间嘛是共款。咱因为做性的关系，也是讲软弱的关系，咱有时活伫失望，也是活伫这个艰苦的中间。人甲人的关系无拄真，永远真水，有时就有仇恨，也是讲有冤家安尼吼。总是当耶稣来到咱的生命内面的时，当咱拄着耶稣的时，因为伊的恩典，虽然咱是痴迷，搁半边搁检采艰苦，总是伊要用伊的性命，敢若伊的喙脣共款。因为来到这个世间，伊是亲像道成肉身，伊家己是上帝，总是伊来到这个世间，真侪人的样相，敢若伊的喙脣甲迄个土叫做共款。伊为着要来安怎样来救赎咱？当伊找咱去这个西罗亚的地去洗时，
西罗亚这个字伫迄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敢若约翰嘛甲咱讲，伊的意思是啥物？受差遣，受差遣。即句话讲，迄个西罗亚是敢若亲像教会一般样，咱教会是受上帝拣选，受上帝差遣，要伫这个去到这个世间来做上帝国的见证，做上帝囝子。所以当咱拄着耶稣，接受着伊的医治、伊的梦、伊的关心的时，咱就爱去到教会内面，继续互咱会得到改变，得到进步，对圣经更较明白，对上帝听更较济，对这兄弟姊妹信仰的模范来学习，互咱才会当最后真正看见上帝。所以咱每一个拢是受差遣的，敢若保罗是受上帝差遣去传福音的使徒，咱每一个拢是受上帝差遣，互咱将上帝的听分予这个世间。所以当咱读这个故事上顶的时，咱会看见这个青面人就是亲像咱。所以这头一项，伊得到医治是出于上帝恩典。第二，当伊得到医治，得到新的画面，看见上帝恩典的时，伊也未看清耶稣。因迄阵伊大先拄着啥物？拄着会堂宗教领袖迄个压迫，讲你都还讲耶稣是罪人，因为伊这个甲你救赎，这是真的，阮袂当否认。总是时间不对，伊哪会无爱搁等一工安尼吼？现在因的想法就是讲，律法嘛真要紧啊。所以咱看见这个人，伊的新的画面是，毋是讲今仔日个别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就已经马上变做一个新的人。伊的信仰会受到挑战，甚至伊家己亲生的父母嘛毋敢真欢喜快乐来接纳伊。所以伫这中间的时，咱看见耶稣搁一摆来到伊遐，甲伊安慰，甲伊启示，讲其实我就是迄个医治你的基督，你就是我所听的囝子。所以咱看见第二项就是，咱人现在出世就咱人类人性的软弱，总是上帝用恩典来医治咱，然后佫想说咱教会来帮助咱。这中间耶稣基督佫会不断，当咱需要的时，伊会欢喜来到咱的生命、咱的生活中间，互咱的信仰会当继续进步。这是第二项。最后一点，关于这个青面的人，真做咱的一个信仰的代表，互咱看去一项事。除了耶稣听伊，其他的人呢？伊是毋是有犯罪？伊是毋是安尼去对一个异端耶稣无收落来的人？伊是阮的囝，总是无好。这个人，互咱想起，咱今仔日做一个基督徒，兄弟姊妹伫教会内面，有时咱中间有拄信主的兄弟姊妹，有时有新的委办的所在搬到咱中间的人，咱对待这个新的人，伫咱的淡水教会中间新的人，咱是毋是亲像这个门徒，耶稣的门徒讲，这个人真趣味，毋知倒位来，咱先安尼真好奇来甲探听，这是为屏东来是无？伫遐有做过啥物事无？是做长老，还是就是还是无啥热心？咱是毋是常常真紧会去想要了解？总是无细致的事，会变做讲东讲西。咱是毋是亲像这教会会堂？这个人来到咱教会，对咱教会有帮助无？会来遮对咱有歹的影响无？有时咱无得意的中间会真做法利赛人，甚至咱甲因有熟悉，咱有时顾虑这顾虑这，煞变做亲像父母毋敢欢喜接纳接受。所以咱会当对这个人看见教会，咱安怎样真做一个亲像耶稣基督？每一个人来到咱的中间，不论伊是出世就青面也好，还是伊真有成就，还是讲真听主，来到咱遮拢平平受到咱的欢迎，大家做伙真做一体，上帝囝子。所以这是咱这个故事当对这个青面人来看。咱若将这个耶稣
市民人甲其他的人物所代表的教会，安尼来想以后，最后要甲大家来分享一点，这个故事互咱看见人会乱作，有时有个人一出世就痴迷，伊就失去足侪机会。即个世间真歹甲人竞争，伊当较拍拼，伊都无老爸也是老母伫身边，兼在一个单亲的家庭。有人一出世，伊就比人较辛苦，因为伊是 handicap 残疾，还是讲伊的家庭环境就无好，所以有时咱伫即个看新闻也好，也是路咧行，有看讲，哎呀，有个人哪会遐尼艰苦，有个人哪会遐尼好命，富二代啦、正二代，但是搁伫遐无认真，每天开着超跑撞死人，哈。我等下去台湾看新闻，差不多拢是即款 news 是无？刚拢是醉啉酒醉，搁要赛车，吼，啉酒醉搁要赛车，超跑较水，咱台湾啥物路会当开超跑？无你就走去美国 Arizona， 互你开3点钟直直的高速公路，无人甲你拼，看你要驶偌紧拢不要紧，吼，你飞出去嘛不要紧安尼吼。你看见即个社会，咱若安尼认真去看的时，咱去认真去看的时，其实咱的人生有真侪人抑阁真可怜，有真侪人抑阁活伫迄个路边黑暗，因人生无愿望。亲像即个青面人拢是黑暗，周围的人嘛袂啥当帮衬伊，所以咱看见真侪不幸的人，兼在咱嘛经过，伫咱的人生嘛捌经过迄款的坎站，秘伫迄个墙角，吼，秘伫路边，有时望人甲咱帮衬者，会当过日子安尼若定，是望今个故事提醒咱，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定的囝儿。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毋是干那要互咱心灵得到医治，互咱真做咱感觉讲我安尼有信仰啦呢。其实耶稣基督嘛欢喜要来帮助咱，改变咱的需要，咱的生活。反过来讲，耶稣毋是干那要来祝福咱尔，伊嘛爱咱的心灵实在得到对上帝遐来真正的平安，甲永远的活命，永远的活命。看见这个世间特别这受苦的人，亲像这个痴迷的人。伊有机会，因为主的疼来讲，我以前痴迷，今仔会当看见。我想起讲，咱人真济亲像安尼乱做。伫2年前今仔日18去年去年旧年2017 3月11号，大家毋知影无？但是日本人一定知，亲像美国人听到911就知影2001年的迄个恐怖攻击，对无？日本人听到311，你知影伊想到啥无？福库西嘛，对无？大地震大海啸，311。2011年2011年的时3月11号，按照因官方的统计，15893个人死亡，抑阁有2000人以上失踪，到今仔日抑阁无法度查。咱知影，迄个所在佫引起啥？迄个大海啸佫引起台一级迄个核能发电厂，对无？咱台湾抑佫咧讲迄个所在来的鱼会当食无？袂当食，安尼嘛是变做政治上的问题吼。真可怜的事，咱拢知，咱台湾嘛去帮忙。伊旧年安尼拄经过6年久啦吼，迄个9年的时，迄个二皇子啦吼，敢若。是皇太子二皇子，皇太子的款去福库曼所日本的皇太子去福库曼所在来纪念这这项事因为一个纪念会，每一年纪念会。迄个时阵我伫美国有注意到讲，迄个NHK 日本的这个电视台啦因特别做一个纪录片来纪念，我看了真感动。这个纪录片的名叫做The Phone of the Wind 风吹风中的电话，Whispers to Lost Families， 讲你会当甲你失落的人安尼细声讲话。这个记录就是去访问有几下个这个受难者的家属，当然因拢是刷去别个所在去住，伫遐顶后重建
到今仔日已经大部分人拢转去啊，总是其实还佫有真侪人无法度转去，转遐，剩我一个转去要讲啊，我所有亲人拢死伫遮，我转去要创啥？吼，也是讲已经伫外面住5、6年啊，伊遐新的工作、新的学校，所以就无要转去。总是只有无论转去无转去人，心内还佫真艰苦，因为遐尼大的天灾，引起遐尼大的迄个人祸，大家拢足艰苦，所以足侪人还佫心内还佫迄个 depressed 吼，depressed 就是还佫有沮丧啦、忧虑即款的病吼。所以有一个人就想一个一个真好想法，伊就是伫一个所在叫做乌出市迄个所在，拄啊拢伫海边啦吼。伫迄一个小花，有一个地，所以伫小花地方是一个伊的花园。伊怎啊伫遐吼设一个电话，伊咧鼓励遐受难者的亲属讲，来，我欢迎你随时来，无人伫边啊。你会将来遮敲电话，甲你的亲人、死去的亲人、失踪的亲人讲话。伊遐设一个电话亭哦吼，真水的花园，咱看到迄个海总是迄个电话吼。敢若电话一条电线，敢若顶咧尔啦，无牵去倒位啦吼。当然，迄是一种的心理的安慰，心理的罪啊。因为真侪人发生这代志以后，伫遐毋知影要安怎，生活真艰苦，真少念伊的亲人，对神明、对上帝真怨叹，还佫活伫迄款的艰苦中间。所以，这个人将伊的所在起甲真水，伊讲欢迎恁来伫遐安静。恁若有啥物话要甲你死去的亲人讲，你用直接甲敲电话，无人会甲你记录，无人甲你听。NHK 怎啊去访问，有一寡人去利用这个电话了，欢喜受这个 interview， 互因安尼访问的人。我看迄个纪录片是足感动，其中有一个这个中年的人，一个40、50岁的人，伊安尼看来看去，歹势，佫好像安尼鼓起勇气安尼吼，才走入去电话亭关起来，伫遐敲电话，其实咱看迄电话挂伫就一条线，下底咧拢会根本都 going nowhere 安尼吼，伫遐敲电话。等伊出来时，这记者讲歹势，我甲你问，你敢要甲阮讲，你甲啥物人敲电话，你是讲啥物？这个人想足久讲，伊讲好，我甲你讲，伊讲伊敲电话因太太啦。因为伊的太太甲囡仔拢伫迄个厝难的中间拢死去，敢若伊活着。伊讲我甲我的太太讲吼，真感谢你一世人为着我甲咱的家庭所做，我足少念你。这5、6年来，敢若我一个人，足少念你，足少念咱迄个查某囡仔、查某囝呢吼。多谢你伫迄个人生的另外迄边，还阁咧照顾咱的囡仔。我袂当甲你帮忙，真歹势。伊讲，厝难来时，我无法度甲恁救出来，所以真实的。伊讲，我甲你讲哦，咱这5年来，我已经搁定薪，搁起一间厝。总之，即摆这间厝，敢若我一个人住伫遐，安尼敢有啥物意义？另外一个15岁的查某囡仔，记者甲伊问讲，你即摆住伫倒位？伊爱行4点钟的路，来到这个所在，去敲电话。伊甲伊问讲，你是敲啥物人讲啥物？伊讲我甲阮爸爸敲电话，因为阮爸爸是驶拖拉机的，迄阵厝难的是怎啊去扫去安尼吼，连尸体嘛找无，所以是算做失踪的人。所以我讲，我甲爸爸讲，我做啥？你是安怎无爱转来？伊讲我即摆伫别个所在即个学校，我即个同学拢知影我是为福克斯嘛来的，所以学校老师咧上课讲话，大家拢无爱讲着爸爸的事，因为知影我无爸爸。伊讲虽然我知影伊拢无爱讲着爸爸是为着我好，惊我艰苦，总是呢，伊安尼做，我嘛是还阁真艰苦。你什么时阵才要转来？你驶拖拉机出去，什么时阵要转来？搁一时啊，伊的一个妹妹伫外面，
伊就出去，伊讲妹妹你要讲无？妹妹讲袂。妹妹你去讲啦，咱就只个行4点钟来到遮。伊妹妹后来讲好，这是才知影讲，伊这妹妹对因爸爸失踪以后，这5、6年来，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伊足严的讲是安怎，这个代志发生伫我的身上，我的爸爸袂当转来，怎拢袂当讲的。后来因哥哥一直甲伊鼓励，爱入去讲，出来再甲大家分享吼。伊讲，我讲我都送，我甲你抱歉，因为以前哦，你晒拖拉个转来，我拢甲你讲啊，你好臭。爸爸转拢想要甲这个查某囝骂一下、针一下，伊讲爸爸不要，你好臭。我讲啊，即马真实嘞。伊讲哦，你爸爸你捌答应讲要甲我买一个 violin， 即马是永远无可能，总是不要紧。我家己以后大汉，我会欠钱，我甲家己来买一个 violin 啦。我唯一要求的就是讲，看你咱较紧转来厝无，互咱全家搁一摆安尼吼，家庭生活。亲像即款的故事，互咱想起，即个世间还阁真侪人，闭伫伊家己的心内也好，也是讲吼，亲像即个出世就失明的人，无人有法度真正体会伊的艰苦吼。啊，逐个人有家己的生活检查，有个人阁用因来做做研究也好，创啥，就是无法度亲像耶稣安尼真正看见因的需要。看见因的价值，甲因同行，将上帝救赎人民分互因。咱做一个教会上帝囝是有法度学习耶稣来关心即款的人啊无？所以咱为一个失明人故事，互咱想起到今仔日，亲像这日本了受苦难，咱家己的所在嘛，真侪即款的人检查，咱有时嘛，亲像这个失明的人，总是唔通袂记哩。上帝听是永远甲咱伫地，所以咱唔通失去愿望，咱嘛爱将这个愿望分互遐需要人。我以前失明，今仔日会当看，因为耶稣基督缘故，所以咱就愿望有新的开始。我以前前面无看见别人的需要，检查是遐弱势的家庭的囡仔，检查是甚至有犯罪受关的这个少年囡仔、经生的人，咱有尽力来帮忙关心啊无？咱也无法度去做工，上帝有互了一寡咱的兄弟姊妹也是讲牧者去关心，咱会当为着因祈祷啊无？咱会当为着因奉献啊无？所以今仔日这个故事非常的丰富的意义吼。我特别甲咱分享，就是因为去年去看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感想足深吼。实在，咱有时看到这个世间，咱是讲咱要看真济啊，足济咱无看到。主耶稣来到咱的中间，目的就是要互咱看见，看见什么？毋是干那世间的黑暗，互咱看见世间的光明。看见什么？毋是咱受放杀，是咱要得到欢迎。看见什么？毋是咱失落，是上帝救恩。希望咱每一个兄弟，通过今日这个故事，搁一摆来到上帝面前，甲上帝讲：主啊，感谢你所赏赐我的好的人生、好的家庭，有遐尼好的教会，有遐尼好的兄弟姊妹，互咱大家日日会通快乐过日子。到礼拜六礼拜，哇！我大概倒来到咱的教会，上感谢的就是咱的上联团，感谢足侪事，总是咱的上联团个遐尼复兴这老兄弟、老姊妹，这长辈、先辈彼此的关心互人感动。是毋是咱这长辈心感觉恁今仔日教会真要紧的原因，就是讲才有真侪这听主，搁相听这兄弟。所以亲像安尼，望即款的精神继续伫陈牧师的鼓励甲朋友，咱大家继续用即款的听，安尼有互咱会能搁较看见上帝国已经伫咱中间。请咱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你互阮搁一摆想起你的听，是超过阮会当想象的，阮往往袂当看见
主你的阳光，阮看见的是世间的黑暗，看见是阮家己的失望也是失败，阮看见是即个人情的无情。总是主，感谢你，你有听阮，你要互阮目睭拍开，搁一摆来听见、看见。主，你所想事阮的，愿你将迄款的听也刻入阮的心内，会通用感恩的心去甲更较侪人分享，帮助阮去看见伫阮的中间需要的兄弟。阮安尼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